欢迎收听肯尼闹星球。那这个礼拜呢，没有任何的 guest， 当然开玩笑的。我今天跟 Travis 在这边，我们今天呢一起要来讨论很多霹雳有关于呢热身赛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观察到一些的现象，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首先声明啊，就是说有些观察的内容跟方向呢。这个因为我自己还有比较特殊的身份，我代表联盟里面中间的一支球队，我是这个新竹工程师队的总经理，所以呢，别的球队的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不方便批评，这个我不是有关于这个不好意思啊或怎么样的，只是呢就是说以真正公正公平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呢，那真的还是必须要球团的代表出来讲话，这个才叫真正的正确的一些报道。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所以呢，今天虽然是我一个人，还跟 Travis 呢，可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邀请另外3支球团的代表们呢，一个一个来跟我们讨论霹雳以及他们对于热身赛或今年球季的一些未来的看法。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请各位听众以及观众们呢，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因为我相信我跟一些代表一定会产出一些火花的。不是拳脚的方式啊，这个不过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热身赛打完了，那这个热身赛呢打了3个地方，在新竹呢，在台北以及台中。那这3个地方打下来呢，每一支球队经历了6场比赛的内容。那在这边可以先跟各位观众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最后的一些成绩啊。那首先呢，我们如果要讲球队的成绩，那它在避俗一点，所以我们先讲一些比较商业的东西好了。那就是呢，在这6场比赛里面呢，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是满场的状况，所以大家对于霹雳还有各个球队竞争的一个期待，看起来是非常热烈的。那虽然看起来是一番荣景，跟非常的这个高兴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不免也不能因此而觉得很自满。因为好还可以更好，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必须要检讨的地方，譬如说赛务、场务以及对于球迷的服务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那在网络上呢，也得到还蛮不错的一些回响，譬如说在 YouTube 上面呢，各一个礼拜几乎都是累积到100万以上的viewership， 就是有100万的点击以及观赏率。那在每一场比赛几乎都是超过平均最低在15000左右的同时上线，那最好的时候有到4万人，所以很明显的，可能国内的球迷对于霹雳的期待是已经到达一定的标准，那这是一个好的开局。可是呢，好的开局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维持这样子的热度？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管是以商业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以球迷的服务的角度来看，甚至在球员的培养以及怎么样打出更竞争、更具有效率的比赛来看，我认为这个都是必须我们去检讨的。那大家可能会问热身赛打这样子，例行赛会比较精彩吗？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会的。为什么会？很简单的几个元素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第一我们首先要定位热身赛是什么。基本上热身赛呢，就是一个测试，就是一个试水温的东西。在美国 NBA 的热身赛，你甚至很少看到先发球员会上场时间超过25分钟。25分钟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因为正好比赛的一半，一场比赛48分钟，职业的比赛，那24分钟就是2分之一，25分就超过了2分之一，所以呢，很少先发球员会打过超过25分钟。那在大部分的美国的 NBA 里面呢，热身赛的代表就说，我把一些我知道的球员，你只是我看看你的状况在哪里，那我让你上场太多呢，才刚开始这个球季，你的体能的状况可能也不是季赛情况，所以我让你上太多，搞不好你会受伤。所以在还没有准备要打季赛的前提之下呢，明星球员、先发球员或 rotation player 这些我已经知道的已知数的球员，他就不会上场这么多，来避免体态状况还不够好，然后打太多受伤。那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已经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我可能就不需要让你打太多。那重要的是什么？
剩下这24分钟里面，我把一些呢我可能没有看过的，我没有测过的，我的菜鸟，我新选进来的人，那这些人我让你打一般的比赛，那我看看你的能力在哪里。因为在热身赛的时候，很多球团在 NBA 里面呢是 carry 18个人的名单，那要在这个期间里面呢，我可能要刷掉4个人，把它变成14人名单。那在 P League 里面呢，很多球团大概也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所以呢，热身赛以练兵为主，所以季赛开始的时候，那大家就是真枪实弹，因为热身赛在打完了以后，虽然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富邦6场比赛5胜1败，厉害；梦想家4胜2败，厉害；工程师3胜3败，普通；湖人不是，现在是领航员0胜6败，不是一个真正实力的展现。因为呢，我们跟领航员就是工程师跟领航员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用洋将。那在有洋将加入以后的战力是绝对大家可能深不可测，因为大家可能只看的话，你的洋将有多厉害有多厉害，可是洋将的好坏很大的一块不是他的能力的展现而已，能力的展现当然是他可能可以得30分，抓20个篮板，可是很大的一块是他愿不愿意跟你的本土球员来配合。很多球员很厉害30分20篮板，可是球队输球。可是有的洋将很普通15分8篮板，球队赢球。那你要前者还是后者？当然以球团的立场来看，我当然是要那个15分8篮板，然后球队赢球的人。可是观众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要30分20篮板，好厉害。可是这不是大部分球队想要的，所以在有洋将的一个情况之下呢，4队的战力相对平衡，所以这是第2个原因，我认为季赛会比热身赛更精彩的一块。第一个是企图心的原因，战绩的考量；第二呢，是你加入新的元素，就是等级或者是先天条件或者打球能力更高的选手加入进来了，来竞争，来加强这个比赛的精彩度。这是2个很明显的原因。为什么例行赛会比热身赛来得更精彩？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期待。那第3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比较台面下一点点的东西了。那这个就是投资。OK， 什么样子的投资呢？热身赛基本上在硬体上面，大家看到哇，这个，可是不好意思，那个是口袋里的压箱宝还没有拿出来的情况，是打热身赛。场地有的时候没准备好，地板没有漆，你看到哇，这个地板蛮漂亮的，可是可能到例行赛的时候，你的地板会更漂亮，因为你已经把它重新的整理过。那另外就是球员的给大家看到的样子，热身赛球衣是热身赛的样子，很普通。可能例行赛的开幕战，你就会看到，这什么东西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赛车比赛也是这个样子，它的涂装可能也是很多车迷会喜欢的，对不对？你如果一台，对吧？今天这个赛车比赛是雪佛兰赛车比赛，大家讲说，引擎很大哇，可是外观，没有，雪佛兰还是很好 ，OK。可是今天如果是法拉利赛车的比赛的话，那车迷就说哇，这个真赞。所以外观还是重要 ，OK。投资、包装，更明显的成熟的产品，那我相信会在视觉上面给球迷更大的一个享受。所以光是这3点呢，我认为季赛就会比热身赛更精彩。那这个也是大家球迷可以去期待的一样东西。对，那至于呢，热身赛最后的结果，我刚刚讲战绩是不太重要，因为呢，其实我不能代表另外3队的立场来发言。可是以工程师的立场来发言的话，我可能认为，在我们热身赛的表现3胜3败，我们是觉得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别队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之前有跟你讨论过 Travis 就是在于热身赛的态度的方面，我不能代表其他3队发言，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工程师是怎么在想这个热身赛。
那工程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当作磨合、热身，在很多层面。第一，一个新的团队，一个新的公司，我们甚至连这个要去申请我们洋将的工作证的时候，我们的公司登记证都是刚刚申请下来的，因为整个公司球队是在7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7月19号签的第一个球员。对，7月19号签第一个球员，今天是11月23号，那大概就4个月左右。OK， 那可是签了第一个球员的合约上面的公司，跟我们现在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名字，因为我们签了第一个球员的时候，我们公司还没成立。所以进入了经济部去申请这个公司了以后，得到了公司的名称，那我们才能正式的开始做一些有关于公司合约、邀请、邀约的这些动作。所以我们在拿到这个公司登记证之前，签约这些选手全部都要换约，再换成现在的公司。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工作。所以以我们的立场来看，公司这么的新，球员也跟别的队不一样。那球员呢？别的队像富邦，他可能拥有，大家说啊，富邦是新球队嘛，他有赢过 SBL 冠军的记录，他里面的球员有一起拿下冠军的经验，总教练也很清楚的知道，哇，志杰你可以做什么，小鼎你可以做什么，哇，谁可以做什么，连他的洋将这次请来的，他都很清楚谁可以做什么，所以以他的角度来看。他需要磨合吗？很小的程度。OK， 所以以富邦来看，他不需要磨合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很清楚的让一些他比较不熟悉的人多打。那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享受，因为我们的球队连公司都是成军4个月，所以我们的球队组起来的时候，每一个球员互相不清楚，每一个本土球员上次碰面的时候可能都是对手。他自己当队友的一起打球的时间极少，他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说啊，谁可以做什么，可是实际上这不一定是现实。那教练，我们也请了一个很年轻的林冠仁总教练，还有沈星汉教练来辅助他。那这2个人呢，我对他们的了解，当教练来看当然也是很少，我只能以我对他们的认知、对他们的态度来做评判。那冠伦是一个很有组织性，对这个东西是极为有企图性的。他可能你跟他聊的过程，你可能会知道他可能今天在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跟他提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攻击模式，他可能隔天已经生出20个东西给你来看。他就是这么的企图性强，然后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呢，他可以在各式各样的管道取得各式各样的策略上面的东西。那另外呢，星汉教练，他是一个稳定性极高的人 ，OK， 他可能在那边给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情，可是这种表情就是一个球队需要的稳定性，所以这2个人一搭配起来，我认为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再加上他们高中就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同一个系统，那所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组合。那第2点呢，我很不喜欢一个球团里面有任何的派系的东西。那很多人可能说啊，他们是南山派啦，他们2个都是南山出来的。就是 Travis 也是南山，我也是南山，Travis 是南山的，不能有 Travis 讲不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在观察这些人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问他教练，我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球员，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教练给我的回应会决定他适不适合在我们球队。当然，我们球团很简单，没有任何的派系，所有的球员从各式各样的高中出来。经过各式各样的经验，在总教练里面都是只有一个评判的标准，谁行谁打。OK， 没有说啊，你是我舅舅儿子司机的朋友的儿子的女儿这样，说不好意思，
你还是你可以得30分，请你上；你得8分啊，你也可以上。你得0分、10、15呢？抱歉，请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看那个开特利，看看开特利有没有凉一点。OK，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说一个好的球队，从教练开始，那你可能就要有公平的心态，你不能有这一种我跟谁比较好的心情。那我并不是说别的球队有这样子，那只是以我的标准来看，就说你要球员服你。OK，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人问说冠伦是不是太年轻了？NBA 现在也是这个方向。Ryan Saunders 40岁不到的 ，OK，Tyler Jenkins 这些人都非常的年轻，他们也之前Steve Nash 没有总教练经验，甚至连 Steve Kerr 拿了三个总冠军，他之前也没有总教练的经验，所以不是你有没有经验这个问题，现在是在领导篮球的风潮，在当总教练这件事，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一点，现在已经是球员能力抬头的时代，你有没有足够的同理心来跟这些年轻的选手来交流、来沟通，他们幸不幸福？我觉得是重要的。所以在 NBA 里面的现在风潮就是年轻总教练可以跟球员沟通，助理教练团他的智囊全部都是老奸巨猾，50岁以上，就像已经60几岁的 Mike D'Antoni， 他也愿意去当 Steve Nash 的助理教练，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就说球队的智慧是非常足够的，可是最后要跟球员来沟通的这个人，可能要是懂得他们的言语，懂得他们的思想，懂得怎么去跟他们来合作的一个人。那这个是我认为现在篮球的潮流。如果大家还想用那种过去的想法，就说你请这个教练太年轻了，压不住这些年轻人啊。光是听压住这些年轻人这几个字，我就认为这个球团可能必然要迈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也许台湾的霹雳还没有到 NBA 的等级，你没有这么强大的球员主宰所有比赛的这样子的能力，可是多多少少的现在明星球员意识要开始慢慢抬头。那这个当然呢，就是要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去了，这个就是劳资方的对等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会要去讨论的一些话题，就是霹雳的发展，如果用 NBA 来接近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劳资方要迈向对等的这一条路。那如果劳资方不对等的话，就会发现球团永远都是做的决定，那球员只能默默的接受。那当然，现在拥有所有资源是球队，所以球员也必须只有接受。那可是呢，一个职业联盟要壮大的话，你的明星球员的价值、能力，还有讲话的分量，必须要抬头。那个时候呢，可能资方就是我们球团要开始想，就是说，他的薪水太高了，我们养不起他们。这些事情不能转嫁给予球队跟球员压力，因为我赚不到这个钱，所以我要压你的薪水。我认为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成，因为球队的工作在很大的一块是我要去赚钱，我要赚更多的钱，而不是我球队有多少资源，我愿意一直花，我赚到更多，我就可以付得更多。那这个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不是我没有赚到这么多，我就一直亏，没有人会愿意一直亏钱。所以这个良性的循环跟劳资方的对等的能力跟地位，会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那这是我们下次可以讨论的话题。那 Kenny 哥，我想问一下，在热身赛的部分，你有觉得谁是你的心目中 MVP 呢？或者你觉得进步最大的球员？我认为我们球队对我说起来，我是非常的满意。OK， 因为如果你以时间来看，就说上场时间的分配，
你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说以我们的球团来看，大部分的比赛最多上场时间球员26分钟、25分钟，这代表说我们看这个热身赛就是大家一起上去打。OK， 每个人都上去打，只有几场比赛，可能你会发现像例换可能会打到30分钟。当到了30分钟这个点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几个可能性，就说我可能在这场比赛，我想求胜 ，OK， 或者我有点很靠近了，我不想输，那教练可能会有这种心态，就开始做这样子的调度。那中间有一场我们应该是输富邦输蛮多的，例换打到了30几分钟。那还有另外一场，我们跟浦原例换打到30几分钟。那可是大部分的比赛里面，我们都是25、20，大家平衡上场。那在这里面呢，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工程师真的打出了几个过去可能没有机会的球员，像李家瑞，像肖顺义，他们都是在比较没有机会，或者是在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不能说他们没有机会，可能就是环境不同，角色扮演的不一样，所以打出不一样的成绩单。如果过去的球队对他们的定位是，你就是上去防守跟抓篮板就打火锅就好，那你可能就会缴出3.5分、5.5个篮板跟1个火锅的结果。那可是，在我们球队里面，我们的 flow offense 就是大家都有对等机会，特别是像嘉瑞跟顺义，我们鼓励他是，你如果不出手，你就不要在场上。OK， 你拿到球，你没有攻击篮筐，你就下来休息好。表示你可能累了，你可能没力了，所以你就攻到你没力为止。那你有这种心态，不管你是成功或失败，没关系。热身赛，对不对？你就打到你没力为止，你就下来。那通常以现阶段来看，也许嘉瑞或顺义他们过去没有打过25分钟以上平均上场时间的比赛，所以他们可能打到15、16分钟的时候，刚开始他们就累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继续去堆叠跟累积，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球员呢适应，我不但该攻，我可以攻，可是我需要攻，因为在这个球队里面呢，我相信当洋将进来以后，他们一定会吃掉很多的球权。可是当球到你手上的时候，你不能只当一个传球的人而已，你一定要有那个威胁性，因为你没有威胁性，你的人就跑到中间去帮忙，那你的洋将持球要攻的时候就是1打2、1打3、1打4啊。可是如果你能投能攻的话，我球丢到你手，洋将拿到球手，你的人不敢走，所以他可能是1打1.5。那这个1.5变成1打2的时候，他传给你的时候，你就有命中率。OK，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借着现在这些机会来培养、来累积。那所以呢，你刚刚问我说热身赛 MVP 会是谁？当然以我的角度来看，富邦是5胜1败，那 MVP 应该在一个5胜1败球队里面出现了。那可是呢，他们也是因为很多主力的球员，可能就是也许上场时间不多，或者是外籍球员呢，可能也是有几场比赛没有打。那所以真的要票选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困难度也是高，因为有的人上场时间就是不够。那以我们球队来看的话，我觉得现阶段我觉得冠伦教练对我说起来是在第一阶段最辛苦，因为他必须要担负起很多言论上给他的挑战，那他又必须要背负起我对他的期待。我对他的期待就是大家都打，成绩不重要。可是打完一场输球以后，你知道，就是你怎么又输啊？你今天这怎么可以输啊？这个可是隔天就主力全上这样。其实也不尽然啦，就是说，不过我必须要讲，我们这个热身赛的最后一场，就是昨天对浦原的比赛里面，我们的确在球员的调度上面
我们尝试的 regular rotation， 就是我们可能在例行赛真的要使用的轮替的方式，我们真正的尝试了它。那这对我们说起来是一个测验，有点期末考的感觉。就是说我的主力球员在先发、轮替跟替补，那他们产生了什么效果？我认为我要丢上去的 energy player 就是替补，带给这个球队改变节奏的，可以带给能源的这几个人，他们扮演的角色怎么样？那我觉得昨天我对这个期末考的这个结果是满意的，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板凳上去就是真的是去拼的、去抢的、去攻的。那不是因为他们扮演替补的角色而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而是我觉得我现在在队上的14个人，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扮演都会越来越明确。那只有这样子，大家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球季打下，大家才会高兴。你知道，因为有的人不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做了，也许他觉得很棒，可是教练觉得你做得很差。那这样子没有一个共识的时候，你就很难继续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认为这是在热身赛里面对我说起来很重要的。那对我们球团来看呢，我认为第一阶段是成功的。那最重要的，我认为要把工作做好是怎么教练。不过 Kenny 跟我们球迷一直在敲碗，一直很好奇的，其实是说我们的洋将呢，到底什么时候来？洋将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洋将大家都知道，我们很早就宣布，我们第一个洋将是在9月13号签约的 ，OK， 第二个洋将是在9月18号签约的，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哇，已经过了60天以上，你的洋将怎么还没到？因为在过程当中，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公司成立，你要有公司的名字，你才能签约。那9月的时候是已经签约了，可是那个时候公司名字还不是登记我们最后真正公司的名称。那你要去办工作证的时候，你要正式登记的名称。那中间我们就必须要有很多行政流程的来回，那个绝对是拖延到我们时间的一个结果。那可是以最后热身赛打出来的内容，也许大家对我们觉得有很高的一个期待，认为说我们应该就是见一个打一个，来2个杀一双这种球队，我们应该还不算是 OK。我们给自己的期许是3年里面我们要达到我们球队自己战绩上面的目标。以现在来看呢，还算是一个很初期的 OK， 大家磨合，寻找对的拼图，洋将寻找对的拼图，那来磨合。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第一阶段，我们的因为没有洋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球员的上场时间都是大幅的提升，大幅的提升造成可能多出了几个战将可以用。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到？明天到。真的吗？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洋将来的流程不清楚。洋将是在台湾先办到工作证，以往是你拿到签证到了这个地方办工作证，现在反过来，你先确定在这边有工作，你有一个 purpose， 你有一个原因，你要来台湾，就是来台湾当职业篮球选手。你办到了这个工作证，就证明你要来台湾当职业选手，你有这个工作在等你，然后你就把这个寄去给他，他再拿去办事处申请签证，申请签证到了以后呢，再寄回去给他，他再去做这个新冠肺炎的 test。那这个3天之内拿到的结果，你要登机来台湾。那大家呢，现在都已经拿到签证了，现在都在做检测了，都在拿报告了，所以现在就是准备登飞机来台湾。好，对，明天就会看到他们。那个是，其实以今年的状况来看，你没有看到人之前，什么都是假的。棒球也是这样。是，你没有看到人之前，真的什么都是假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就是把签约以后的事情好像都全部没有资讯，因为东西太不稳定。你今天可能去办一个东西，
他可能明天退你件，跟你讲说啊，你这个没有翻译成英文啊，我不接受，你要重新再做一次。那这些其实都是程序，那这些程序呢，也是我们新球队必须要去学习。什么东西都是第一次，对我们说起来，那第一次什么都比较难一点。对，我第一次交女朋友的时候也比较难一点，然后就说，哎，第一次结婚，不是，那个比较简单一点。就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everything，所有的事情第一次都是比较困难，所以洋将来台湾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都是在学习。那当我们什么东西都学习到了，有这个知识了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球队的价值。那当我们球队有这个价值了之后呢，我相信接下来的运作，接下来要做什么都会简单一些。那现在所有事情对我们说在建立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等到球队真的是成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看法就会有一点点改变不同。那Kenny哥，最后我们要不要宣告一下，就是你的 regular season 的第一场比赛 ？OK， prepare 的状况？联盟的第一场比赛12月19号是在彰化开打。那可是呢，第一个礼拜的战况是没有包括我们工程师队，所以我们很幸运的，12月26号跟27号在我们自己的主场做开幕战。那这个离现在也正好大概就是30天左右，算30天30几天吧。那所以呢，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来调整，跟做比赛的准备。那这个准备对我们来说，以球团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个球员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球团的事情。因为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地板还没有抛光，还没有油漆。这件事情对我们说起来也是一个压力。那另外呢 ，LED 也是要等到要比赛前左右才能挂上。那可能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我们是用鹰架搭在侧面嘛。那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改变，因为中间挂这件事情对我们说起来现在是没办法执行的，所以我们会把两边的看板、两边的 LED 变得更大一点，然后放在更中间的位置。然后这次会是用吊挂的方式，而不是鹰架。所以会有东西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这样会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观众看球的感官，那也会有更好的角度给大家看到看板上面的资讯。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调整，这个就是热身赛给我们的经验。那希望在未来呢，我们可能可以在场馆的改变，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中吊挂式的4面的 LED 板。那个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季赛开始之前呢，除了球员的能力调整、观众的服务的调整、场地的改变的调整等等，都是在未来的30几年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那我相信呢，这个以我同事的效率来看，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又是一个不同的观赏比赛的一个享受。所以如果你还没买票的话，请赶快12月26、27号我们票已经开卖了。那虽然呢这个比较好的位置基本上已经卖光了，可是呢这个接下来2个周末我们也在3个周末里面，我们会有2个周末在新竹比赛。所以如果你想买好一点的票的话，你可以买后面一点天数的票。不过也希望这个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新竹来感受一下工程师的一个比赛的抗衡度跟热力。对，我这边一定要为观众朋友再问一下，你们的那个球衣跟 T 恤会补货吗？因为现在已经卖光了。我还以为你要问我啦啦队的事情。啦啦队我们就之后再问。当然，牧师啦啦队也是很重要的。是当然。那个球衣呢，当然会补货。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喜欢我们球队的球迷们呢，可能在开幕战的时候会有更多很棒的一些产品出现，其中包括我们开幕战的特制球衣，以及在季赛里面呢，
主场跟客场，这都是新的设计。哇，那绝对会让大家在这个商品上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跟热身赛不一样的一些产品上面的购买的享受。因为我自己认为啦，就说如果以热身赛来看，跟我们在前面做的事情，我给自己大概比及格多一点点，大概70分左右。我给我们公司的员工跟球员100分 ，for effort，for 他们付出的这些企图心跟负责任的态度，我给他们很高的分数。可是以我们经验可以累计出来给大家的一个成绩单，我可能在热身赛70分左右。我希望在季赛我们可以到80，到一年我们可以越来越高的一个好的表现。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今年热身赛的看法。